今仔日有幼儿园有上家教上家教的课，家教的课当然就是会甲我听，讲着讲伊伤心，为虾米代志伤心？就是讲，互台语诚老的这人吼，自来就讲台语的人吼，讲会去问去好恨讲，你的腔口哪会，就是讲较无，就是较长时练吼，阁无稳定。有可能因生活中较无接触安尼的人，毋是诚敖，就是完全无讲，就这两种极端，就别说讲，有的人可能接触同性恋，就是完全足明显的，啊无就是拢无，就这两种。伊若有一天看到一种，一半一半，有可能会当甲同性恋爱，嘛会当甲异性恋爱，可能就会大惊小怪，就会好恨，就会问东问西，有可能是即个原因，就变做讲，我会替刺激，嘛会伤心，讲是毋是即个最严格的，讲你爱学台语，即个过程当中，我拄啊好，伫中远，想要爬去你，诚顺诚老即个腔口足水即个坎站还袂爬起哩，就卡伫中远，即个时阵当然就是较艰苦的时阵，若变做讲。会替刺激，因为我长期拍拼，若亲像阮翁是完全无学的，伊就讲足自然的啊，伊袂晓讲台语，伊就是讲袂晓讲台语，就是一种状态。若亲像我，长期学，毋过讲甲佫无比自来的台语人佫较好，无甲因安尼共款好，嘛袂讲。诚差甲2、3当前，会家己比起来，我嘛有进步。毋过变做讲，即个时阵上会互人刺激，因为你讲我嘛学诚久啊，安尼就是会囥伫心肝头。毋过就一摆一摆，愈来愈去甲伊当做足自然的代志，用，就无用即种。就是愈来愈紧去甲伊想好开，甲伊转过去。再来就是讲，我嘛有豆豆仔去紧一寡我即马需要的亲像讲，我有发现讲，我真正嘛需要讲，当然也需要写，毋过写就是讲无遐熟手，变做讲甘愿去看全罗的全白话字的因为即马对我来讲，看颠倒比写搁较简单，进前是看会徛伫中远，因为你看无你搁可能爱找汉字来看伊的什物意思，安尼看着无顺，因为会一直转啊，因为看无。即马就是看较有进步，有较顺颠倒较爱看。毋过若讲写，就是会写2、3句讲即摆的人足无用就当时就是做足一项代志变做讲无即个耐性去好好啊去写一段出来，有可能写一段台语文爱了时间变做讲。颠倒讲，即个成果嘛无安怎就看起来，即个 CP 值无够悬，就较会排斥。可能我嘛有即种现象。若练口说因为口说就是会出来走跳拢有需要用着。袂晓台语文至少我一句两句会晓伫即个群组。阁会当甲人对谈这是较无问题。当然你爱规篇文章，当然就是较了精神，阁了时间所以讲这可能是
我紧加急吼，叫家己吼爱紧来写。即马就是会使紧一寡家己吼适合的方式，亲像讲拄开始是看即个 Clubhouse 的台文通讯，即个房间就讲这无啥即马讲这拄仔做有帮站是为安怎呢？就是讲今仔日若会当照轮会当去读安尼至少你会想讲安尼有参与的感觉毋是伫咧边仔恬恬听，嘛毋是讲逐家伫遐抢若无的卡会着你来读毋过台文通讯就变做讲逐家至少一段两段，你若莫讲伤晚去拢有机会。第二个就是讲，伫遐逐家会使若开讲一句两句，无亲像讲伫Twitter 内底即个房间安尼野手，伊可能讲两句就诚济就变做会当紧家己适合的所在。我若讲伫即个台文通讯的即个房间佫会当讲三四句家己的想法，安尼其实就是甲台语组织起来，而且有用台语来发表的即种冲动即种需求就替我创作出来。真正想的讲互台语进步的方式，有可能就是找一个台语伴，两个伫遐练习，伫遐破斗毋过即种方式嘛无遐简单即摆的人你若讲拢青分毋知要开讲啥物主题颠倒是有淡薄仔困难除非讲拢有熟悉，毋过你若讲熟悉的人嘛兴练台语即种就学找所以即马就看较开的，知影讲若讲要练讲话就找家教过来就是即摆的方式家己来讲会使加讲以前会想讲拢无进步，因为爱甲交讲的人一句来一句去。毋过即摆知影讲你爱找迄诚敖讲，毋过伊佫袂去甲你嫌讲这人讲甲安尼客客伊可能开讲嘛是较欢喜甲讲甲家己共款诚顺的人安尼来开讲，就袂需要讲有的人就会用华语来开讲，若讲因两个拢感觉台语无偌好就会用上顺手的语言定定使用的语言来开讲。所以讲我会使家己教家己开讲，安尼嘛诚好即摆就袂看这无早前是讲这无进步这什物事拢共款的事因为家己教家己讲话就变做无新的刺激毋过即摆会想讲嘛袂啦，其实就是会当加讲家己讲落长拢无人会感谢就毋免去烦恼别人讲我听讲遐久会安尼作甚拢毋免去烦恼这而且我若讲今仔日即个腔口是有受到华语影响抑是讲毋是自细汉就伫讲嘛免去烦恼讲就免伤过头烦恼因为这就是我家己讲家己听放伫网络就是有一寡互我感觉有一个完成一件代志安尼好歹嘛好歹嘛无要紧嘛无人会去就是安尼轻轻松松安尼爱讲偌久就偌久
就是莫家己去嫌家己，安尼就会当，安尼就会用钱。所以讲，就会豆豆仔找着一寡方式，是互家己进步的方式，就毋免压力遐大，讲我要真做即个台语人的即个开口，无遐紧啊。有可能以后豆豆仔就会找着撇步。毋过伫即个爬山我即马伫爬山，还袂爬去山顶，即个时阵是上艰苦的。不要紧啊，这就是豆豆仔来练，莫互家己安尼做负面，莫伤过头负面。所以讲，找一寡家己较有法度去付出的方式。嘛有伫进步啊，就是不时伫看台文的文章，不时嘛去家教，有老师先生的讲我发音有啥物问题，家己听可能听甲拢无真差，听起来拢共款。有一个耳孔足利的人，会当甲我指导。安尼拢是诚好，就是讲，若进步是豆豆仔，一丝仔一丝仔，毋过拢有为头前为头前安尼有豆豆仔活近。毋过总是比讲我着放弃啊，我着安尼就好啊。这两种就无共款啊。就是而且用我家己即马较专长的方式。你想讲，我要找一个台语伴，即马知影讲无遐简单，时间都合上爱会拄好，搁爱这人做有话讲，而且嘛袂讲我哪会爱陪一个台语即个普通的人伫遐破斗，有可能嘛是爱找一个做愿意付出的人，毋过这种人好找，所以讲就是找家己，家己甲家己开讲，嘛会使讲去这广播电台播音员，因讲一个故事一个新闻，我嘛会使讲对因去讲，这犹原嘛会当。就白须仔讲朗读稿，足侪人拢一直读即个朗读稿，这嘛是一个方式。就是讲，其实若讲你要我靠别人，毋过别人是有一个坎赞，安尼不要紧，我嘛会使用家己的方式，而且去找一寡较合家己有时阵可能有一寡读册会因拢是即个在来拢讲台语讲诚好的人，因这程度可能是足关键的，足关键，你就会惊吓，讲我哪开喙，人会想讲这嘛无讲啥物，阮毋知影咧物件，你讲的物件阮拢知影，有可能就无法度插话，毋过会当听有帮助，就知影讲即个环境是来互我听一寡事，听一寡对谈。那我若想要一直讲我着换一个所在煞位，就亲像讲食饭啉咖啡，有可能会当分两个所在，变两个所在拢足欢喜的。毋过恁要找一个所在会当食饭做好食，咖啡嘛诚好啉，有可能就是爱正找，无的确有即个都合上呛死有找着，所以讲即马就是尽量莫安尼，因为着人气嫌就无爱讲我若讲就是家己对家己讲，
我若感觉讲家己哪会无进步，我想应该是袂，应该是，应该是会进步，哦，只不过是讲，只不过是讲，因为昨讲今仔佫讲，就会昨甲今仔日就差不多，听起来拢共款啦。毋过这嘛是一种记录吼，伊有做特别功能吼，做特别的即个地位，就是记录我家己的心情吼，真正就是家己想的吼，家己的心情最近的生活的想法若讲我去练什物朗读歌，有可能练较袂歹，毋过就是无即种剑会当记录家己的心情吼。即就变做讲我学台语的一个日记内底较济拢是讲着讲做拼势去学台语，毋过有可能有一寡调整即个方法像拄开始我伫学台语，就想讲学台语哪有需要了钱，就找一个会晓讲台语的人伊愿意讲复兴台语安尼即个甲我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安尼我若讲久就变诚厉害，就袂需要讲有一寡人会去找外国人学外国话毋过有可能外国话就逐家拢会相争地抢，就变做会收一寡点钟用暗点钟来算数安尼较有即个时间会当换金钱。迄个时阵想讲，即个台语嘛看起来嘛会使转去甲阿爸阿母阿公阿嬷去开讲，用台语来开讲这哪有需要了钱即摆就知影讲无佫有一寡爱有系统即就是爱付一寡学费，这无啥就是豆豆去调整家己知影讲这资源伫倒位家己什物方式较会合即摆就是有可能就是较无开喙讲虽讲伫生活中会讲，毋过生活中讲话嘛无定定咧讲话，安尼就变做讲练台语的时间佫较少，所以佫开始讲用台语来讲日记即个惯势佫转来，而且嘛趣味进前是感觉无趣味，为安怎咧？就是家己拢无想要听家己讲的台语就想讲我一定是音无够正佫有一寡毋是毋是台语人的腔口就会家己会嫌家己所以讲就会感觉讲安尼就无啥物价值安尼讲遐济袂需要分数咧就亲像讲，若有一个人去写家己的心情用文字去写，毋过伊就想讲我写文章就写，毋是讲互人看会甲人声会使互人有一寡共同引发别人引发别人的情感，有可能做袂到文章文字无即种力头就变做讲阮咧写这袂顺本数有可能就是要共款的想法毋过即摆就知影讲毋是安尼，是有价值只是讲我的目标可能定伤悬、伤着急就想讲我用上紧的速度，成做一个台语人的腔口我着紧接触台语人毋过我接触台语人会用听的，听因讲话，有可能有一寡词有学起来，
毋过即个声调吼，即个讲台语诶方式爱练啊，这是一种爱定定使用、定定练习。我著无安尼，了时间去真正好好啊练习。即摆著会开始调整一寡方式。亲像讲，嘛有人会伫即个推诶Twitter 诶房间吼，就是排照时间论吼，逐礼拜吼就是主持2点钟，去读册，抑是讲一寡议题。当然这嘛诚好，毋过我著拄仔好惊家己时间无遐固定。而且嘛是惊讲毋知要讲啥信心较无足。变做讲我即摆会当讲先伫家己诶一个 space，即摆嘛袂需要家己诶 space，无听众，就是讲无即种现场诶，安尼较好啊，因为有现场诶，就变做有一个压力，有爱甲人小借问，爱想一寡题目，嘛无法度讲，讲正安怎讲拢是讲家己诶发生诶代志，嘛免烦恼啊，因为这就是真正是家己诶 space，安尼想想诶，其实诚赞。进前看袂着诶即个价值，即摆佫走出来。这就是早前看即个马云诶台湾通信诶即个房间，嘛是看伊无啊，想讲即读即个台湾通信，这哪有啥？这有照读，而且是汉文佫毋是白话字。即摆就讲无要紧啊，我嘛是会当拢减落啊，有白话字诶读册会，嘛有这台湾通信诶读册会。要紧诶，就是讲迄个环境会互我讲会敢敢讲一寡话，加减讲话会当因为有诶主持人有可能即个骹袂合啦所以讲讲话嘛足惊讲无适合。我想安尼我逐礼拜都袂发生地啊。进前逐礼拜就是有伫 Clubhouse 有一个新闻房。迄个时阵因为若是假日就是翁拢会伫，阮翁拢伫边仔变做讲足想要讲话要练讲。毋过若翁伫边仔佫会惊互伊念。变做迄个时阵拢感觉足郁卒诶，郁卒就会交冤家嘿，因为心内想讲为安怎想要公平，拢是你甲我阻挡。即摆就家己去开拓其实这就是嘛是一种理路就是讲早前就是资源足少逐个去抢拢就会感觉无够就会变做讲会足极端拢想讲拢是伊甲我阻挡袂当，我即摆拢爱紧来听袂当有袂当讲有浪芳即摆就家己去开拓若讲找无台语伴，会当通好用台语来开讲，安尼就家己来遮讲日记就哪讲，哪讲嘛无要紧啊。这嘛无讲较输，嘛无较输。若安尼变做讲，我诶资源就诚济，有安怎？这就毋免有时间诶限制，就一直讲白喙焦就会使一直讲。安尼一直讲变做讲，我就会讲使用台语使用甲过头啊。
就袂讲甲翁做伙，就想讲我哪会逐工拢是华语的环境，我拢无法度去练台语，就袂啊啦。为安怎咧？因为就是家己开拓，家己有一寡资源就是爱看家己是安怎运用的。这拢是做好的经验。就是学台语毋若是真正甲台语学好好，因为安尼就较会安尼思考，安尼会安尼看的代志，看到的代志，就安尼尔就是即个台语文台语的本身，毋过其实佫会当去佫有一寡延伸就是讲，当我有较困难、较无即个环境的时阵，我爱安怎替家己找路？即嘛是诚好。举一个例，就是讲，我今仔日若讲想要写册、写长落落的小说，嘛是拄着即个问题。啥物问题咧？就是讲，即摆的人拢无爱看文字，爱用搬戏，连搬戏互因看，可能拢看袂了啊。过来就是讲，你若短的文字加减看，你若长落落，我无看第一集，就后壁拢百几集啊，我哪有可能为遮开始看？搁搁回讲到底啥物人是主角，啥物人甲伊关系？所以变伤困难啊，就是讲，即个时阵资源当然就是讲有即个看我册即个人口，即人口就是比少搁较少，这就袂输讲台语现处是伫台湾的环境，第一道就是分较散，大家拢开始用华语伫对谈。第二个就是变做讲，就是有一寡困难，毋过我若有法度，就是家己去创造，家己去创造，就是像讲听台语这就是诚简单因为即马佫有一寡听台语的环境，虽讲有可能较专业的词，无法度讲用甲你翻甲诚好，有可能就直接就是华语华语就出来，嘛是加减会当找安尼听台语的听台语是诚济即摆 YouTube 足济古早留落来啊，佫有一寡戏剧即摆拢会伫网络甲伊免费无聊互大家看过来就是讲，佫有啥物公视台语台我佫无去看遐个节目，真正有心爱看，实在是看袂了。就是听的环境有佫有一个是就是学习当然有啊，就是有一寡课是欠学生欠教有诶就是佫找家教即摆佫悠然有教台语诶即个系统，佫有伫诶你若讲要去学一寡，连先生拢无啊，拢断去啊安尼就真吃力。至少我佫有即个学习诶环境有再来就是创作诶环境，创作就是爱家己写，当然就是爱想好开，就是讲，我若甲即个看我册即个人口当做一个资源，当然就是爱去找啦，就袂输讲你今仔办一个吹沙台语相关诶活动，你嘛是爱找参加诶人。爱去斗宣传，搁爱考一个科内底可能有社团，
有固定会出现的人。虽讲即马有即个网络搁较利便比以早好诚济。以早若讲无即个网络的空间，无遐好用的工具毋是讲逐个拢牵一条网络线若毋是安尼就即马加足简单就算是加足利便，犹原是爱抢即个参加的人即个人口。若像讲我写台文写我家己爱写的物件你爱找家己读的人真正是学找就变做讲，袂输讲我即马要找一个讲台语的对谈的对象有可能爱付钱互伊会使付钱搁较好咧，就是若第一未来毋知啥物时阵连开钱嘛买无法度买着别人教家己练讲台语的时间，安尼咱会搁较惨。即马无遐惨即马有变家己去找资源，就是会使接受讲家己就是袂需要广播电台家己甲家己讲话，家己是上好的听众早前我无即种概念，就是啥物物件拢需要一个人一个对象伫遐上好伊嘛会甲我牵会甲我教安尼这拢真正就是爱有足特别机缘有可能你有身躯顶有啥物伊要爱的有可能伊想要做论文为着要毕业伊就会使安尼甲你不时地讲话这嘛有可能无就是我有啥物特别才调足够甲人安慰伊就会讲伊台语嘛会当咱两个就用台语来分享这嘛是一招毋过若无嘛无要紧就阮即马就是家己做家己的听众这早前我会想讲哪会遐可怜遐落魄，即马袂安尼想这就是一种资源的运用。有一寡资源是逐个抢甲抢袂过别人毋过有一寡资源就囥伫遐拢无人要去处理有一寡资源有可能是用台语来讲较专业的物件这可能爱上课搁爱有着搁爱报名搁爱去到位毋过像讲用台语来教啥物才艺这种有可能就是爱了钱毋过若我来讲，我嘛会使找一寡毋免钱，像讲台文通讯台文网络，就惊无人要看尔，伊就囥伫遐逐个就会知影讲遮有资源过来就是即个科技是讲我即马若安尼若讲就会使录起来袂需要做家己的节目共款搁会使囥伫网络顶悬这嘛是一种使用科技即个资源成本即马是较低因为平常时就算我无家己讲台语日记我犹原会牵网络的线路这就减的就是身躯边就会使摕到的资源当然写台文嘛是写台文无亲像古早时你这个纸墨拢爱真侪钱，迄成本足悬，就袂需要讲以早的人爱出一本册，有可能就是爱了足侪钱，惊无人买即马袂即马电子册就是惊无人看。所以即马上大的资源就是即个邮寄有兴趣的邮寄这是上大的，大家伫抢较欠缺的资源
毋过我会使讲，我无需要即种资源吼，都袂需要讲。今仔日我若讲要去找会使趁钱的头路吼，大家拢伫抢呢。啊，你若讲哦，这哪会无人知？这遮做好康，做好康的哦，天顶落落来哦，敢若我知吼，这定定都是诈骗的，要骗你原来的钱吼。佫有讲一寡感情嘛是真正的感情哦，诚侪讲哦，这嘛是吼足抢刺的吼，变做讲你若讲哪会遐简单，就有哦背后定定就是共骗的，要骗钱的。哦，有一寡资源吼，真正你讲你要去找头路要趁食吼，爱趁别人的钱吼，定定若无特别才调是趁袂倒。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我即摆拄着的问题嘛是啊，我进前就是一种迷信哦，一个台语诚老的台语人，佫对我足友善的，足爱甲我讲台语吼，我是真正安怎找拢找无。家吼嘛有，啊，毋过伊就是有代志哦，用讲会较紧哦，咱迄着爱拄啊好，两个人有一寡代志爱讲吼。啊，第三个我有捌想过，就是我去参加一个团体吼，做义工哦，袂需要讲啥物会斗去编字典、台语字典，安尼逐家着爱活斗阵哦，着会使讲话吼，啊无就是参加啥物台湾歌啦，哦，这嘛是做好诶机会。啊，毋过我就是都学上较无方便吼，出门较无方便。啊，伫网络逐家嘛袂讲，啊无代志就逐家抾来开一个房间，就开始去讲话。哦，有时阵就是会为着讲开讲会进前，就是逐家活斗阵问问题，后就是出一寡题目。啊，毋过就变做讲，这开讲我哪会感觉压力足大诶？甲伊想讲无法度做，会当安尼，就就会使讲安尼落长，就变做讲，对我来讲开讲爱有即个对象吼，即个团体。毋过犹原即摆吼还袂找着诚适合诶，然后即摆就是讲有一寡读册会，带领诶人、参加诶人吼，就是迄个气氛较松吼，会使讲一寡话，讲两三句。对方嘛是台语诚好，伊若应我甲我回应，我加减听，讲即个台语安尼嘛，嘿，就是趁一两句安尼。其实安尼嘛诚好，就是做者资源吼，其实就是爱去看身躯边敢有即种条件，莫迷信讲我百面爱安怎做，做袂到就是做失败诶。无即种吼，这要安怎讲呢？就袂需要讲今仔日有人要去学英文，当然上好诶方式就是飞去美国去遐读一寡语言学校，上好即个同学拢是讲英文诶拢无一寡讲中文诶人口。当然这拢是咱想诶诚好诶方式。毋过若讲无即种条件，有诶人有可能就是交一个外国人诶查某朋友、男朋友拢有可能，无就是去教会，教会去外国人拢伫遐做礼拜。当然家己嘛爱有勇气，面皮爱诚厚、诚厚、诚厚、诚厚面皮爱诚厚，面皮爱诚厚就
爱安尼开喙讲吼。就是有一寡资源吼，毋过毋是讲我百遍爱找上好诶、上高级诶吼，毋免去想济。阮若讲家己甲家己开讲吼，有来人讲这哪有进步啦？你着听到着安尼，你安怎讲着差不多。毋过会当练讲话啊，讲话的机会着毋是讲。即摆个环境会当你一个人台语讲安尼几百句吼，拢有人伫听，佫会甲你应，这着是我即摆拄着诶，敢若有讲开钱请家教，较有即个机会吼。佫来着是，若讲要写台文，台文着是爱家当做讲，袂当想要去趁啥物稿费啊。想要去钓顶啊，因为这嘛是一种大家想要抢诶资源，佫有啥物有人会甲你斗出册啊，无就是讲我诶写诶作品有人看，佫有人甲我试赞，试赞即马即个赞嘛是做大家伫咧抢市大家伫咧抢诶资源，这着就是变这是知音知己台语诶知己是真好找因为讲台语诶人口无济，着白沙讲会去看我写诶小说，即个人口嘛是足少诶所以伊变做宝贵诶资源。既然是真宝贵诶资源，我着毋免去甲人抢有可能逐个抢。一个两个安尼，大家抢到抢嘛，无偌济啊，着白沙财产祖公放落来财产，大家呢大家三甲抢，抢伫伊手内，结果算算嘛无偌济，去甲安尼了遐济时间，佫有去串，结果。安尼分的嘛无偌济，所以讲我明白清楚有一寡物件是较宝贵的资源，毋过有一寡物件伊着囥伫咧网络啊，一寡台语文啊，我其实嘛有写台语文的空间嘛有，讲台语的空间，即摆较宝贵的是这人口会使伫遐听你讲的人。就是会当对谈一句来一句去安尼互你讲着袂使伊甲你教安尼，所以变做讲，我着明白清楚有诶物件是较简单，较简单我着加做，像讲我若看台语文，无人会讲伫遐排列讲较紧诶，我要看。有可能你去天文馆无你要看大只熊有可能爱排列一个人看2分钟。即摆台语文毋免安尼免一个人看2纸2纸紧看后面的人伫遐甲你催甲你安尼插，是袂安尼，所以我着爱看互清楚。当然，就是即个资源佫有即个历史的云端，变做讲有可能我若要去练我看白话字的速度，这是较简单。毋过我要甲我家己练较讲即个台语人的腔口足顺的，这真正着较无简单。这永远是资源的问题啊。当然就是有家己先天的条件，过来就是资源。以早就是身躯边安怎拢是有讲开喙讲台语的机会，有可能伊一个月着进步诚济。即摆着资源变少这方面的资源变做讲我做较有看台文字这可能进步诚紧。
就毋免去分即个关系，讲哦，我讲无讲诚好，这要安怎比啦？我听台语听甲足厉害，定定听安怎凊彩听就听有因咧讲啥。毋过这无人比啊，因为无人去比赛讲，即摆开始，你听有偌济无即种代志。所以这拢是家己明白的问题，家己头壳内底价值的问题。因为即摆台语讲诚好的人，较无简单出现，有可能伊会甲厝边开讲，伊伫有可能即个台语诚好的人伫伊厝里无啥物价值，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厝里有可能需要讲诚够趁钱，无就是财产诚济，佫足巧仔人，知影财产莫凊彩互人，安尼就无价值。无就是有可能即个，就是讲即个价值，伊对我来讲诚有价值，毋过就无拄着啊。有可能伊看着我嘛，毋知影甲我讲啥，所以讲有时阵就是即种问题尔，是我家己想袂开，去想讲较高级，就是台语讲啊诚好，即上高级，我若互人批评，就足艰苦的。所以讲，这是家己爱去调整，是家己有大细心。资源较少，我较无简单的，颠倒就是足稀罕，家己有法度，较有才调的，颠倒看轻，这就甲阮阿姊共款啊，阮阿姊阮阿姊嘛是安尼啊，伊2个查某囝就是语文的能力足好诶，足强诶。伊颠倒无稀罕，讲这哪有啥？伊上稀罕就是去学一寡物理、数学这种因无专长诶。这种心态，我去甲人批评，实际上我家己嘛是共款诶态度。所以讲爱调整诶，其实是家己，毋是即个环境。即个环境是甲我教，是甲我教，也无你讲我哪会不去学中文？中文毋是学起来上紧，对啊，我哪会无去学？就是因为这逐个拢会晓讲，有啥物好学诶？我会去做诶代志，当然是有困难诶程度，无讲我今仔日爱去洗喙，爱去创啥，着逐工咧做诶代志，这着无啥好讲。所以讲，我今仔日伫学台语，当然有一个坎，有一个困难度，有一个挑战。安尼较踏实我安尼讲入去个，一直讲学台语，安怎学台语？台语即摆安怎个安怎？就是有伊诶困难，若拢无问题，像讲中国，伊嘛无人讲中国毋是一个国家，伊着无对伊来讲，这着无啥，伊着无需要讲，阁有中国独立运动，无需要安尼。毋过可能伫台湾，台湾独立阁会使安尼，一个社团，安尼一个网站，安尼舞诚久，就是共款的道理。你讲台湾独立有可能有伊的困难，现处是有一寡伊的期待无法度达成。这着甲我即摆学台语共款啊，就是有伊的困难，较有一个价值，伊的价值其实际上就是伊无即个环境，就是伊的价值。我即摆有觉悟啊，就是安尼，毋是逐工拢伫怨叹讲怎会无人讲？今仔日若逐个拢伫讲中文，我若讲我今仔日要学中文，你着去学啊，这哪有啥？就无啥物通好讲诶。原来是安尼，就是安尼啊。